會發表對敍利亞嘅評估報告。咁消息話可能要求聯合國介入。各位旺角花園街呢4級大火，最後2棟封鎖嘅大廈，今朝早稍後嘅時間就會解封。咁陳嘉欣呢而家喺現場㗎。陳嘉欣啊，等一陣間解封嘅安排會點樣？係啊，蔡雪瑩，咁解封將會喺半個鐘之後就會開始㗎啦。咁我哋頭先就同啲政府人員咧係溝通過啦。咁首先油尖旺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啦，同埋屋宇署嘅高級結構工程師咧會嚟到現場啦，就會向傳媒講解翻一陣間解封嘅最新安排啦，同埋就係大廈嗰個嘅結構㗎。咁之後旅遊巴就會運送翻呢2棟大廈嘅住戶咧嚟到接收單位啦。咁成個解封嘅過程係會逐棟大廈咧去進行㗎。咁首先會解封192號去到194號嘅單位，咁而之後咧就會解封咧就係196號去到198號嘅單位，亦都即係而家畫面見到咧就係外牆咧係維修緊嘅呢2棟嘅大廈㗎。咁咧政府人員同我哋講咧，估計咧就係最快中午之前咧中午嘅時候咧先至可以解封咧192號至到194號嘅單位，去到下晝先至可以解封196號至到198號嘅單位㗎。咁我哋會留守喺現場跟進最新嘅情況，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。咁我哋睇下其他嘅消息。日本傳媒報道，中國非正式邀請太子夫婦訪華，以強化中日關係。共同社引述多個日中關係消息人士報道，今年係日中邦交正常化40週年，中國政府向日方提出非正式嘅邀請，希望太子夫婦喺日中聯合聲明9月嘅簽署紀念日前後訪華，目的係改善國內民眾對日本嘅感情，強化兩國關係。若果成行，將會係德仁太子第一次訪華。報導指，日本政府會慎重考慮事件。報道又話，中方喺秋季將會召開更換領導班子嘅黨代表大會。今次嘅邀請顯示中國下任政府將會繼續推動日中友好。